聂小倩，我知道是你，没想到你这么心狠手辣，杀了我娘还不够，你这样鬼鬼祟祟，难道想杀害彩琛大哥吗？你杀了我娘，我要你血债血偿！月容妹妹。 别打了！小倩，别过来！宁采臣，难道你就那么不愿意相信我？你就那么恨我？你就那么希望置我于死地？今天这一切，把你我的恩怨一笔勾销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就是陌路人。小倩。 宁采臣，你对不起我对你的一片苦心。你好残忍，你宁愿相信别人，也不愿意相信我。你太狠心了。 宁采臣，我恨你！宁采臣，我不会原谅你！小环，姐，你醒了？你没事就好，我走了。小环，难道你没有什么话对我说吗？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杀宁采臣的娘？你还欠我一个解释。就当是我欠你一条命吧。今天我救了你，一命抵一命，也算是互不相欠了。 为什么你是我的同胞姐妹，你却把我逼成这样？我到底欠了你什么？你说。对不起，姐姐，
我当初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早知道，反正事已至此，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姐姐，对不起。聂小环，不要只说对不起，你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？姐，你快说啊！你快说啊！好吧，我告诉你，当初我为了能够留在陶静哥的身边，做错了那么多的事情，我害死了娘，害得罗刹镇的朋友们家破人亡，害得那么多人失去了性命。姐姐，如果我说我真的后悔了，你相信吗？你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，我长大了，我要为自己的任性负起责任来。可是这和杀害宁伯母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只有杀了他，我才能够获得黑风老妖的信任，然后逐步接近他，伺机与他同归于尽。小环，姐姐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信不信由你，原不原谅我也由你。今日我们姐妹别过，恐怕来日再见面的机会渺茫。就算咱们姐妹情分已尽，从今往后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无论我将来是生是死，都与你没有关系。你就当我已经死了吧。小环，小环！娘，娘怎么了？小环，你快说！娘被黑风给杀死了。小倩，只有杀了他，我才能获得黑风老妖的信任，然后逐步接近他，伺机与他同归于尽。娘，小倩已经了无牵挂了，无论付出多少代价，我一定要手刃黑风，为你报仇雪恨。宁大哥，你还在后悔刺伤了小倩吗？说实话，我也心疼呀。我和小倩姐妹俩闹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实在是情非得已。我也觉得很痛心。可是，你想想看，小倩之所以有今天，这一切都是她咎由自取，不是吗？杀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你顾念旧情，没有伤及他，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你就不要再内疚了。既然你和小倩缘分已尽，就别再为她伤神了。你现在要做的，就是专心读书，将来金榜题名，也算是对你娘尽了孝心。如果那个聂小倩还有脸面来找你，我绝对不会放过她。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小倩是杀害伯母的凶手。彩晨，你肯定是搞错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走上来啊，快点啊，你可以的。你看，坚持住。
了，宁大哥，你做到了。彩晨大哥，彩晨大哥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已经召集了众姐妹，她们很快就能赶过来。到时候有她们的保护，你就可以安心待在雅居了。我保证，不会再有任何人来骚扰你。你只管调养好身子，安心备考，其他的交给我就好了。月容妹妹，这段日子真是麻烦你了。你对我们宁家，以及对我所做的，我都会记在心里面。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你又说见外的话了。我早已是宁家的人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谈何报答？难怪诗人有云：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”人站得越高，才能看见常人所不能看到的风景。陶晋，你觉得为师说的对吗？师父所言极是，但是世上的人都是平庸之辈，能够登顶的那是少之又少。那为师算是一个吗？师父不是已经站在群山之巅了吗？你越来越懂为师的心了。那是师父调教的好。山下有什么问题吗？自从我们散播轩辕剑重出江湖的消息之后，3界各大门派果然中计。现在的江湖闹得沸沸扬扬，他们为了这把莫须有的剑，争得头破血流，一片混乱。就让他们自相残杀吧，打得不可开交。越乱，对于我们才越有机会。只不过，奇怪的是，玄真观的人似乎无意趟这趟浑水，他们丝毫没有动静。不仅是他们，连一心想找我们报仇的血魔也没有任何动静。不知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这些人一向都是以正道自居的，他们放不下身段，来与那些所谓邪门歪道争夺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他们伪善的面具还能戴多久。轩辕剑面前，谁不动心呢？师父，你放心，我会派人监视他们一举一动，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，马上回来禀报。不用，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。请师父吩咐。武林纷争，3界大乱，你觉得这个时候是否要有一个人出来扭转乾坤，稳住大局呢？师父，请明示。3界大乱，人心惶惶，那是轩辕剑的出现。如果有一个人出来，带领群雄去找神剑，伸张正义，维护3界和平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拒绝吗？这，弟子愿意鼎力拥护。你去发英雄帖，说黑风寨召开3界大会，选出3界领袖，带领众人寻找神剑。3界大会，在这个时候，我黑风就要出来遏制武林，血腥风雨，维护3界和平而做出努力。在没有找到神剑之前，师父先拉拢人心，自然有资格被推选为3界领袖。如此可教也。如果有人反对怎么办？既然大家都到了，那就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弟子明白。讲。哟，这，我没看见，这不算，这不算啊。讲。我说你这老道，你真的是一点都不客气啊！你左将右将的你让我一步，你会死啊你！喂，师傅，你看看你是谁？一大早上拉着人家出来下象棋，还说自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，结果呢，输了1盘、2盘、3盘、4盘、5盘。严小雨，胳膊肘往外拐！你再说我揍你！本来就是嘛。老道，你再跟我来一盘，这盘我杀你落花流水，再来一盘。来，
再来一盘。贫道累了，施主自便吧。哎，别介别介，哎，这怎么行啊？师兄，刚才有人送来请柬。请柬。嘿嘿，英雄帖。嘿，哎呀，哎，我看看啊。哎呀，还有人给你送请柬，请你去辟邪吧。嘿嘿哈哈哈哈。玄真观燕赤眉道长台见。今日武林纷争顿起，皆因轩辕剑出事所致。为平息纷争，还三界太平，自定于7月初7于石林古祭坛召开三界大会，公益大事。黑风又要玩花样了。看来这会无好会，宴无好宴。师兄，你意下如何？我玄真观一向和魔道没有来往。要说下棋论道，我还在行；要说江湖之事，则丝毫没有兴趣。不管黑风想干什么，都和我无关。这三界大会，我也不会参加。可是，我怕黑风老妖会残害武林同道。哼，我看黑风老妖未必有本事敢犯众怒。就算是他，单凭你我之力就可以解决吗？哎呀，我说那老道士啊，你现在赢我棋降我军，我都不说什么了。但你这个话我就真的不爱听了。那你想听什么？我启禀师父、师叔，衡山、东岳、灵山派掌门求见，请他们到京师等候。是。哎，师父。3位掌门一同来我玄真观，不知所为何事？事态紧急，我也就开门见山了。今天我们3人来到此地，皆是为了这个。想必燕掌门也收到了。贫道也是刚刚收到。那燕掌门作何打算呢？那还用说，玄真观是武林正派之首，燕道长自然是要去的。实不相瞒，我兄弟3人此番前来，就是想请道长作为武林正道的代表，带领我们一起出席3届大会。一来是显示一下我们武林正道的威名，二来是让那些邪门歪道断了争夺轩辕剑的念头。没错，只要燕掌门亲自出马，相信那些对轩辕剑有觊觎之心的人，自然不敢再造次。承蒙3位掌门抬爱，但贫道扪心自问，无德无能，实在有负众位所托，难当此重任。况且，修道之人讲究清净无为。当年仙师曾亲笔题写“净世”2字，也是希望门下弟子能够静心修行，远离争斗。这说，所以这次3届大会，贫道无意参加，还请3位道长见谅。你不去，那怎么行啊？燕掌门过谦了。放眼武林，除了你，谁还有资格统领正道门派？还请道长为了苍生福祉，不要推辞啦。这恕贫道无能为力。我说你这个大胡子真的不够朋友啊！人家千里迢迢来找你，你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啊！你跟人家走一遭，回到2两肉啊！聂施主，此乃我道家之事，外人还是不要插嘴为好。好，我们俩算是外人啊。他总是你的内人吧？他怎么什么事儿都管呢？哪有事儿就哪有他。管多少闲事啊！帮了多少人呢？一人得道是小道，普度众生才是大道。这位施主讲的有理，还请燕道长三思啊。师傅啊，不懂就不要乱说话了。哦，或许人家燕道长有难言之隐呢。启禀师父、师叔、各位掌门，血魔和狐族的聂老前辈在门外求见师父。他们怎么来了？正好，我有事要跟他们商量。前辈，雨生，我们去看看。好。
哎，但是我还是要说啊，我还是要跟你说，你这个家伙，快走吧，别说了，走吧。啊！哎，才几日不见，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。本想小倩嫁给了彩臣，从此就能美满幸福，可现在却成了这个样子。这么短的时间里，她就经历了人生几番的沉浮，你说，她怎么能承受得住嘛？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小倩肯定是被冤枉的。别说她对宁采臣一往情深，就算老夫人她是个普通的老百姓，小倩她也不会滥杀无辜的。可惜小倩心如死灰，无论我们大家怎么劝她，她都不愿说出事实的真相。我们就算想帮她，也无从下手啊。哎呀，这孩子从小就倔强，受了委屈啊，只会藏在心里。他如果肯发泄出来的话，那倒还好。现在就怕他什么事都藏在心里面。那天他离开了之后，至今音讯全无，真是让人担心啊。你来了就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去找小倩。我相信你这个舅舅的话，你讲的他一定会听。说不定到时候他会把真相给说出来。且慢，燕道长，我知道你担心小倩，但小倩是一个坚强的姑娘，也许这个时候让她一个人静一下也好。当务之急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又是黑风这个老东西！我日前接到请柬，料想了黑风背后一定另有阴谋，所以我急着找各位一起商量。我也觉得这个3届大会开得有蹊跷，在回想之前轩辕剑现世的种种传闻，说不定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黑风的阴谋。黑风真是太可恶了！我们不找他，他居然敞开大门请我们去。哼，这次我们一定不能再放过他。可是以我们目前的实力，很难与黑风抗衡。除非燕赤眉道长肯拔刀相助。玄真观乃武林正道之首，各大门派均以燕赤眉道长马首是瞻。只要他肯出马，届时我们联手，一呼百应，就算黑风早有准备，也无济于事。你根本不要对他抱有什么希望。我告诉你，我见过固执的人，我没见过这么固执的人。啊，这什么修炼之人呢？根本不管人间的疾苦。上次他救了叶小倩，我还对他印象好了点，现在看来根本就不能对他印象好了。这我跟你说啊，他就是一个尸骨不化，这个老顽固。哎呀，师傅，我师兄是有难言之隐的。没有玄真观的潜质，恐怕3届大会上没人是黑风的对手。万一神剑落入黑风之手，那3届必将是一场浩劫。我跟随黑风多年，深知其阴险狡诈、残暴无道。如果让他统一了3届，那3届就真成了18层地狱了。无论如何要说服燕赤眉道长啊！就算是为天下苍生，他也应该勉力一行啊！一人得道是小道，普度众生才是大道。3届大难临头，我没想到师兄你还能笑得出来。你想说什么？所有人都知道，黑风老妖举办3届大会一定另有图谋。一旦轩辕神剑落入他手里的话，必将生灵涂炭。师兄，你岂能眼睁睁看着3届遭此劫难而袖手旁观呢？依你之见呢？我辈修道之人，应当以万民福祉为先，而以维护3界和平为己任，方不辜负了修道这么多年、练这么多年的武功。玄真观乃武林正道之首，师兄你是各大门派推举出来的盟主，又岂可在这个紧要关头，只顾本门本派之得失，而罔顾天下苍生呢？放眼当下，
能够辖制黑风者，非师兄莫属，是以各大门派，还有血魔大哥等正义之士，皆盼着师兄出马，扛起这正义的大旗。血魔来此的目的，我早就料到了。没错，血魔大哥希望师兄能够坐镇3届大会，和他联手，一起挫败黑风的阴谋，还3界太平。哎，那个聂老头没跟他说我老顽固，贪生怕死，胆小如鼠。哎，聂前辈他是口没遮拦的。这个聂老头啊，虽然说话粗鄙不堪，但是话糙理不糙。他说的对，一人得道是为小道，普度众生是为大道。师弟啊，你也认为我应该去吗？不是应该去，是非去不可。好，这3届大会，魏兄就随你们闯他一闯。好，师兄，我燕赤霞替天下苍生敬你一杯。好。来。哦。啊，这个地方寂静如水，宛如世外桃源一般。我说过，只要有我在，就不会有人再来打扰你。待我好好谢谢你的那些姐妹。这些日子多亏有她们日夜把守，我才能得以这般平静。在这个环境里边，人心中的杂念也会渐渐消除。我现在已经心如止水。来，谢谢你，月容妹妹，我宁采臣又欠了你一个人情。不是说了吗？你我之间不说欠字。只要是为了你，我做什么都心甘情愿。你要再这么见外的话，我可真生气了。采臣大哥，你能摆脱前尘往事的纠缠，我真的替你开心。你不知道，这段日子我终日提心吊胆，生怕一个不小心，你就再受到伤害。不如我们尽早启程进京，一来可以远离这个是非之地，二来你可以安心备考。你觉得如何？有道理。那就依你。明日我就去找县令大人，开出文书和担保。后天我们就启程进京。太好了，月容祝你早日金榜题名。多谢月容妹妹这几日对我的照顾。听说黑风老妖召开3届大会是为了平息纷争，这黑风寨什么时候成了和平之地？谁知道啊？这黑风啊，一向盛气凌人，他叫你来，哼，你敢不来吗？就是，如今3界为了轩辕剑已经一片大乱，就这个时候他还开什么3届大会？我看这事没那么简单。这黑风老妖搞什么鬼？把我们和这些邪魔歪道放在一起。是啊，就是。若不是看在轩辕剑的面子上，老子才不来呢。对，我们就不应该来。就是。欢迎主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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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安静！诸位，欢迎你们远道而来，参加这次3届大会，鄙人不甚感激。武林中
最近血雨腥风，纷争不断，那都是因为轩辕神剑重出江湖的传闻。别人实在看不下去，武林中人互相残杀，愿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召开这次3届大会。希望通过召开这次大会，能够平息这次风波。请问黑风大人，如何平息这场风波呢？这位勇士问得好啊！3界之所以出现争斗，那都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号令。如果我们今天能够选出一位德高望重、武功高强之人出任3界盟主，一旦神剑出现，此人代表3界执掌神剑，惩恶扬善，维护和平。一，可以集结3界的力量去寻找神剑的下落；二，不让神剑落入歹人之手，维护3界的和平。诸位意下如何？好，黑风大人心怀苍生，这个主意出得好。好，这个主意出得好。一切听从黑风主人的，一切听从黑风主人的，一切听从黑风主人的，一切听从黑风主人的。不知这个3界盟主，谁人可当重任呢？3界盟主，号令3界，当然应该由我们3界之人推选出来。今天请大家到此，也正是为了此事。推选3界盟主，那是大事，不可草率。诸位，黑风大人武艺高强，德才兼备。听闻黑风大人已经掌握了神剑所在的下落，相信他必定能带领我们寻得神剑。3界盟主之位，我觉得应该由黑风大人来做。大家说对不对啊？对，我等推荐黑风主人出任3界盟主。老道，燕赤眉，不是看热闹的，我跟你说，说句话呀！师兄，大家等你主持公道嘛。啊！推举黑风主人，推举黑风主人。既然大家如此的抬爱，那黑风我就却之不恭了。慢着！我推举玄真观的赤眉道长做3界盟主。大家都知道，玄真观是名门正派，赤眉道长他也是浩然正气，德高望重，所以3界盟主必然是赤眉道长当最为合适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推举燕道长出任3界盟主。燕道长，那你意下如何？有诸位，多谢诸位抬爱，但是贫道无意出任3界盟主啊！道长，贫道认为根本不需要什么3界盟主，这一切只不过是黑风的圈套而已。道长，你想做3界盟主的位子，我黑风可以让给你。黑风，我问你，关于轩辕神剑重出江湖一事，是不是你派手下人四处散播的谣言？说呀！你散播此谣言的目的，无非是搅乱3界，引起争斗，然后你借平息3界纷争为名，让人推举你为盟主。各位同道，黑风一向居心叵测，切勿中了他的诡计。道长，我敬重你的威名，但是你不能血口喷人。我血口喷人？哈哈哈！请问，你不是说你知道神剑的下落吗？那你今天就当着众人的面说出来，以证明你绝无私心。对，说呀！新的盟主选出来，我一定会亲自相告的。各位同道，
黑风一向居心叵测，以他的所作所为，让他当盟主，届时三界将永无宁日啊！燕赤眉，你休在这里妖言惑众！小倩，你们这些所谓的正派人士，平日里只知道打坐修炼，对百姓疾苦置若罔闻。如今黑风大人为平息武林纷争站出来仗义直言，你们却又出来找麻烦。我想问你，当武林同道自相残杀的时候，你在哪儿啊？无证无据，就凭你一张嘴，就想把别人的好心当做驴肝肺，这就是你这个正义之手的度量。小倩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小倩，你给我下去！燕赤眉，既然你怀疑黑风大人居心叵测，那不如你来代替三界盟主。我想，如果是道长想做盟主，黑风大人一定愿意拱手相让。没错，燕道长，三界盟主要处理三界的事情。道长，你一贯喜欢清静的，不屑红尘俗世，恐怕会有些不惯吧？贫道久居道观，早已不问世事。此番前来，就是要揭露你黑风的阴谋。如果大家相信我，就即刻离去；如果不相信，那我也无话可说。什么三界盟主，哼！走！哼，走了！恭喜主人登上三界盟主之位，从此以后，三界众生皆掌握在主人手中。说得好，干！叶小倩，你回答我，为什么帮我？主人，此话怎讲？我灭你族人，杀你母亲，我们是不共戴天的。今天你突然间投诚，你觉得我不应该怀疑你另有图谋吗？主人果然明察。小倩自知和你之间的恩怨难以计算，本来只是一心报仇，甚至想过与你同归于尽。但是前日宁老夫人被杀，宁采臣只因为我是狐妖，就不肯相信我的解释，认定我是凶手，还狠心的一剑将我刺伤。我绝望之余，也终于想明白了，一切都是因为我当初任性妄为。我母亲曾多次告诫我人妖殊途，可我却一直一意孤行。如果我当初一剑杀了宁采臣，也就不会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。可我还是1000年前杀害你聂家祖先的仇人。主人也说了，那都已经是1000年前的恩怨了。小倩过去就是太执着了，不肯认命。我不相信人妖相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，换来的却是一剑穿身。我执意要为1000年前我的先祖报仇，结果仇没有报成，反而换来全族的覆灭。说实话，小倩此番混进3届大会，
本来是抱着必死之心来找主人报仇的，可主人刚刚台上的一番话，却让小倩大彻大悟了。3道6戒，各有位次，本来就没有公平可言。